皇上，臣妾知道皇上朝政繁忙，常常睡不好觉，所以亲手为皇上缝制了一个荷包，荷包里装着12味中药和香料，既能驱蚊虫，又能安神解乏。臣妾手笨，自然不能跟各位姐姐相比，不过是臣妾的一点心意罢了。这个荷包绣得真漂亮，闻一闻还有一股清香呢，神清气爽。有劳贤妃了。这贤妃的手啊，真巧啊，比起这御用绣娘的手啊还要巧。着实，在哀家看来，这后宫里头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她呢。臣妾听说皇上从山西微服私访回来后，念念不忘当地的面食，所以臣妾就派人打听了做法，亲手为皇上煮了这碗长寿面，还请皇上尝尝。这长寿面不能断，这一根长面条是臣妾亲手和面，再亲手做成的。这上面的绿色用的是青菜汁，寓意我大清能够清清明明，长长久久。惠妃有心了，朕可得好好尝尝。惠妃好手艺啊！骗子皇上，骗子皇上，他就是个骗子皇上，他就是个大骗子，大骗子，大骗子，你就是个骗子，骗子皇上。哟，背着朕偷嘴呢。皇上吉祥。行了，这里又没有外人，别装了。皇上，你怎么跟鬼似的，不出声直接进来了？你吓死我了！朕今天陪着太皇太后和众后妃，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呢，这不是给你送好东西来了。皇上用不着破费，这些好东西应该送给您的皇后娘娘、贤妃娘娘、贵妃娘娘，送给您的后宫72宫娘娘送给我干什么？朕不过是有1位皇后、4妃、9嫔，接下来就是贵人、常在、答应等数10位，哪有72宫娘娘？再说了，这许多主位还都空缺着呢，你是不是看上哪个位分了？你告诉朕，朕明天就封你。奴婢怎么配啊？皇后说的是李易欢吧？她就是一个小小的笔墨侍书，这侍候朕比寻常宫女伶俐一些罢了。这么正式隆重的场合，她有什么资格列席呢？哎呀，不得了了，这屋子里边有东西打翻喽！什么东西打翻了？醋坛子呀，你没闻到吗？酸死了！皇上说笑了，奴婢怎么敢吃醋呢？其实吧，你今天暗中跟着朕，还偷吃朕的醋，朕的心里美着呢。这么看来，你是不生朕的气了。老大，别生小弟的气了。你还记得，朕当初化名龙三与你在摘星楼结拜，我们俩同月同日生，今天是朕的生辰，当然也是你的生辰。这个生辰要跟你一起过才有趣啊！你看。朕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你在家乡的时候，每次过生辰，你爹爹和哥哥都给你做这个荷花灯，让你放了祈福，对吧？原来我说的每一句话，皇上你都记得呀？傻丫头，你说的话朕怎么会忘了？哎呀，还愣着干嘛？咱们放花灯去吧。这么晚了，去哪儿放啊？走吧。去哪儿啊？走。先许个愿啊。龙小弟，今天也是你的生日，你也许个愿吧。好，
那你先许。嗯。许的什么？我不告诉你，该你了。朕的愿望可不怕告诉你，朕愿和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放吧。龙小弟，其实今天我也给你准备了个礼物，不过我手太慢了，只绣了一半，另外一半还没绣完呢。你不是一直在生朕的气吗？还给朕准备了礼物啊？本来是想好好给你准备的，结果今天看到你的后宫嫔妃都给你准备了那么多的珍奇异宝，尤其是那个贤妃绣了那么好的荷包给你，我这个……哇，这真的好丑啊！这针脚又粗又稀不说，你就看你这绣的是什么呀？野鸭子不像野鸭子，小飞蛾不像小飞蛾的。你嫌丑，你不要不就行了？谁说我不要了？这虽然是我收到的最丑的荷包，但也是市场最珍贵的一个孤品。老大，这是你第一次做女工吧？还说呢，人家的手指都快扎成筛子了。有你这么白太人的吗？还什么小肥鹅野鸭子，这我明明绣的就是什么呀？朕完全没有看出来。我绣的是京城第1酒楼的烤鸭，行了吧？你还真是时时不忘了吃啊。不过也行，这要是下次再落难了，就拿着这个荷包啊，天天望鸭止饿。哪有你这样的？皇上说话一点都不忌讳，还再落难？这微服私访已经够危险的了，不可能再有第2次了。那不行，朕以后得经常微服私访，体察民情，要不然怎么对得起你给朕绣的这个烤鸭荷包啊？光微服私访、体察民情是远远不够的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你可以有1万个想法，但是只要你回到紫禁城里，你就只有1个想法了。老大，朕知道这次的事情让你一定对朕很失望，但是朕也是迫不得已。朕若是把那些贪官污吏全都给杀了，朕这个皇帝不但地位不保，恐怕连小命都没了。那不是一个明君作为，而是一个匹夫再逞一时血勇。朝政之事啊，不能急，得从长计议。你要相信朕，给朕3年，3年之内，朕一定把那些榜上有名的贪官污吏全都收拾干净。你说的是真的？3年之后，要是没有做到的话，你再怎么生朕的气，朕都无话可说。终于笑了。好了，把这个荷包拿回去，等到你绣好了，一定要给朕，朕会好好收藏着。其实啊，朕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这什么呀？哎呦，丑死了！这眼睛，目露凶光，嘴唇这么薄，一看就是个薄情寡人。哟，难看死了！你还真是一点亏都不肯吃啊！朕刚刚埋汰你几句，立马就还回来了。我这怎么是埋汰你啊？是，虽然龙小弟你贵为天子，但是你也不见得是全天下最英俊的男子吧？而且你生气的时候，特别像门神，很可怕。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说过朕。今天是你生辰，朕就饶了你。这针小象可是朕亲手给你画的。哦，以前后宫嫔妃还有皇后都想要朕的自画像，朕一个都没给。喜欢吗？老大，朕今天在后宫嫔妃面前对你表现的并不在意，其实是为了保护你。这些后宫的女人们，平常
看起来姐妹相称，谦恭有礼，其实都是明争暗斗，各有所图。朕喜欢你，就是因为你心思单纯，和他们都不一样。朕不想因为朕的偏爱跟你树敌招祸。当年，朕的皇祖父和父皇都是天生的情种，他们个个要美人，不要江山，陷大清于危难而不顾，所以皇祖母对此一直耿耿于怀。他最忌讳皇帝专宠。朕要顾及皇祖母的想法，就不能在众人面前表现出对你的偏爱，这也是对你的一种保护，你明白吗？嗯。皇上，刘德昭一案牵连甚广，你打算如何处置啊？所有贪赃枉法、侵吞朝廷赈灾银两的官员，朕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别的人暂且不宜动，就先拿这个刘德昭开刀吧。先杀一儆百，这样好让那些地方官看一看，看他们以后还敢尸位素餐、欺压百姓不？这个刘德昭不仅贪赃枉法、侵吞朝廷的赈灾银两，他还暗杀朝廷官员，谋害后妃，其九族共计672人，都当斩。龙小弟，672人，这杀的未免太多了吧？按律是应当诛9族的，不过朕以仁治天下，就改为诛近亲3族吧。可是刘德昭是一个人犯法呀，为什么他犯法，他的父母、他的孩子要陪他一起去死呢？这个刘德昭啊，他不仅杀了丽妃的父亲，朕倚重的老臣舒建，他更想行刺于朕。朕不诛他9族，已经是格外开恩了。诛9族？龙小弟，你跟太皇太后不都是信佛之人吗？佛家第一戒就是戒杀生，你杀这么多人，是不是未免也太滥杀无辜了？叶欢，没有哪朝哪代的皇帝能够容忍弑君的罪行，这是大清的律例，朕也必须遵守。你要是于心不忍，不愿帮朕草诏，那就朕亲自来写吧。别了，我这个笔墨诗书怎么能尸位素餐呢？我这圣旨啊都拟了一大半了，还是我拟吧，我拟。左图，奴才在。山西巡抚刘德昭一案办得怎么样了？回皇上的话，刘德昭贪赃枉法，罪行累累。他不但私自侵吞朝廷的赈灾粮款，还圈地占地，危害一方，刺杀山西总兵舒建，甚至行刺皇上，实乃罪大恶极，罪证确凿。刑部已经把他和同伙33人押往菜市口问斩了。那他的族人呢？刘氏一族，褫夺功名，贬为庶民，流3000里。这怎么处置的如此之轻啊？是，皇上，这刘德昭犯的可是滔天大罪，本应诛9族的呀。决定应该一律，刘德昭适当诛9族，但是朕念及太皇太后年事已高，并不想多造杀孽，以便为太皇太后积福。皇上以仁孝治天下，乃天下之表率。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。退朝，左图留下。这退朝。国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左图，奴才在。这回刑部量刑，为何如此之轻？回皇上的话，这刘德昭罪大恶极，就算是诛他9族都不为过。可是皇上旨意，
说其余族人从轻，切切不可累及无辜，所以刑部以为圣意如此，所以就将其轻判，只是将他们刘氏一族褫夺功名，贬为庶民，流放3000里。朕下的旨。是啊，皇上，难道您忘了那天在御书房，您拟的旨，然后世淑姑娘亲手交到奴才手里的？皇上，您的意思是要将刘德昭一案发回重审吗？不必了，刘德昭和他的同党都已经砍头了，这事儿就这么盖棺定论了。你先跪安吧。这